之外呢，其實佢哋都練好多跑嘅喎。冇錯啊，同埋膝頭哥啊，或者你嘅大腿嘅肌肉都係要非常之發達啦。冇錯啊，甚至要比短跑運動員更加發達啊，因為佢哋落地嘅 impact 咧係非常之大啦。同埋你見到啱啱印度嘅選手跳完呢，佢係個跑嘅速度咧，同短跑運動員其實唔係話相去太遠嘅啫。見到佢都有一定嘅速度。好，接住落嚟呢，我哋而家睇緊三級跳嘅賽事之外呢，亦都係會有女子嘅跳高決賽呢會進行噶啦。而我哋香港呢，就有3位嘅運動員。咁而家啟德嚟到晏晝啦，個太陽都去返後面啦，咁運動員都有啲遮陰嘅地方啊。第一位呢，就係嚟自中華台北嘅林佩萱，中國嘅陳美琪，哈薩克斯坦嘅 Mert Melina， 然後呢，就有我哋中國香港嘅鄺希彤，卡薩斯坦嘅 Shomat Malika， 亦都係有我哋港隊嘅代表胡心柔 Vietnam Ngoc An Mai， 新加坡嘅吳燕陽，然後有斯里蘭卡嘅選手，最後一位嘅港隊代表有我哋嘅李思希，最後有印度嘅選手 Puja， 可以選擇佢會係150嘅時候。冇錯，咁 Tiffany， 我想問呢個跳高而家我哋係有冇邊個運動員係大熱門呢？喺呢場嘅賽事係咪啊？冇錯，喺呢場賽事，我覺得大家呢可以值得留意呢，就係中華台北嘅林佩萱。我諗好多人都好熟悉呢個名咧，因為呢，其實佢除咗做玩跳高之外呢，其實亦都係有玩七項全能嘅。咁喺呢場嘅賽事呢，都係會包辦晒，即係都會做玩晒2項嘅賽事。咁七項呢，就會係喺第3日開始啦，即係聽日先開始。咁佢今日比完跳高，應該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噶啦。係啊，咁其實呢，點解我話即係大家會好熟悉林佩萱呢？因為除咗喺頒獎台成日都會見到佢嘅人企喺上面之外呢，亦都係因為佢呢會係如果你唔係太熟悉佢嘅話呢，佢係真係唔係好多笑容嘅，係比較害羞嘅一個女仔，亦都係非常之 introvert 嘅女仔。咁佢平時可能我哋有時比賽見到佢呢，佢都唔係會好主動同其他朋友去傾偈嘅，因為呢，佢好 focus 喺佢自己嘅比賽入邊嘅，即係可能唯一同佢傾偈嘅呢，就係佢教練啦。係啦，咁佢教練呢，就係可能我哋等間喺場邊呢，亦都會係見到佢嘅，就係陳鴻傑教練啦。咁佢之前自己都係一個跳高嘅運動員啦，咁但係就傷患就離開咗田徑場啦。咁但係呢，而家都係繼續係發掘唔同嘅跳高運動員啦，亦都係好多嘅台灣賽事啊，或者喺運動喺上年東亞 U20呢，田徑錦標賽亦都喺香港舉行嘅賽事上面呢，就係跳出嘅。咁好可惜呢，呢個位呢，就起跳或者佢個跑嘅速度未必係太足夠啊，咁就好可惜，喺呢跳就未能成功。咁但係唔緊要，呢個係第一次試跳啫。咁佢仲有2次嘅機會可以去試跳。咁每一次機會呢，就有一分鐘嘅試跳機會啦。咁去到剩翻1至3個運動員呢，咁佢哋嘅時間呢，就會可以再拉長少少噶啦。新加坡選手。或者可能咧，大家會喺度睇到賽事呢，就係跳高呢。其實運動員呢係有分左邊起跑或者右邊起跑。咁如果你喺左邊跑嘅話呢，就係會係右腳起跳嘅；而喺右邊起跑嘅話呢，就會喺左腳起跳嘅。咁就係呢，
通常我哋一開始學跳高方面啦，咁就會係教練睇一睇你左腳定右腳咧，會比較純熟少少，或者發力會比較係流暢啲去決定咧，你係用邊隻腳去起跳嘅。但係咧，我哋平時可能練習嘅話啦，咁跑步可能你哋比較會着重於兩邊嘅身體平衡，其實跳高都會嘅。跳高咧，即係除咗我哋當然主腳嘅話咧，就會比較練得多啲啦。但其實我哋都會拎翻一個平衡，就係右邊嘅話咧，都係要做練習嘅。咁除咗咧，就係我哋跑步啦，亦都係做一啲跳躍嘅訓練啦，非常之好。李思希，咁同埋咧就係我哋都會做一啲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啊，即係我哋喺體能室入面咧做嘅訓練，去令到運動員嘅爆發力啦都可以提升噶。跳高咧就係我哋頭先，如果觀眾有留意嘅話咧，就係通常有一個直線去到一個 J 字嘅彎道跑，然後咧再垂直起跳、過桿、退寬。咁其實咧有好多嘢都係非常之含技術含量非常之高啦，因為即係除咗你要跑，又要跑個彎道之後再去起跳咧，其實都係好考運動員嘅，即係點樣可以拿捏到成個技術，非常之好啊！就係1.55米，第二次就試跳成功。咁而家跳高嘅高度嚟到1.60米啦。見到呢邊斯里蘭卡嘅選手 mix of 兩個啦，有啲時候我都中意自己一個人去專心準備比賽，有啲時候都可能想教練俾啲 feedback 咁啊，咁係咯，我覺得好睇每一個人佢嘅 approach 對於個比賽係點咯。你係咪會叫教練啊？我要靜靜咁樣。通常唔會嘅，通常要嘅時候咧，教練都唔會揾到我。你會自己行開咗啦，係咪冇錯。已經係？因為我覺得咧，就係教練除咗係技術上面可以幫助到咧，其實佢都亦都係 mental，即係我哋心理上要點樣可以幫到佢哋發揮到最好。係。即係尤其是就係我哋跳高上面啦，睇到技術上有啲咩問題之外咧，我哋要俾到 cues，即係點樣去改到技術，亦都係好重要。好，繼續翻到嚟啟德青年運動場，我哋繼續咧係有女子嘅跳高決賽啦，亦都有男子嘅3級跳決賽。咁而家女子呢，就係新加坡嘅運動員進行試跳，有一高度呢去到1.60米，亦都係順利成功跳過呢1.60米呢個成績噶。呢邊男子3級跳就進行緊第3次試跳，咁我哋香港隊目前嘅3位選手分別排緊喺第7位、第10位同埋第12位嘅，領先緊嘅都係2位中國嘅選手。哎呀，好可惜啊！咁但係呢，完成咗3跳之後呢，佢哋就會再排名去到決賽噶啦。冇錯，而家目前我哋見到嘅楊天朗選手，香港隊嘅目前排喺第7位。如果冇多過2位嘅運動員超越佢呢，佢就會進入到決賽噶啦。咁見到跑道上呢，亦都擺好晒欄架，準備一陣間嘅女子100米欄決賽，係下晝5:40舉行。
哇！我聽到咧現場咧嘅氣氛非常之好嘅，因為咧韓國嘅選手咧亦都係帶動咗氣氛啦，叫我哋全場嘅觀眾咧亦都係為佢拍手啊！因為咧呢一跳咧就係初賽嘅第3次試跳，似乎相當之唔錯喎個成績。15.59米，暫時排名第3，排第3呢就冇問題噶啦，一定係入到決賽噶啦。而喺我哋跳高方面呢，就有胡心柔，好可惜呢，就係起跳個高度啊，都係未夠好足啊。3級跳方面呢，就有我哋港隊嘅韋昌樂。少少疾步，但唔緊要，落次睇一睇最後度出嚟嘅成績啦。見到佢都有少少失望啊！目前排名第13位，唔係好好似第10上到位板啊！咁佢喺第一跳呢就做出成績14.84米，咁喺第二跳呢就未能成功。咁但係呢，暫時你睇14.68米呢，就都係第一跳遠少少，14.84米。冇錯，真係3次試跳之後呢，佢係排緊喺第10位啊！非常之可惜，未能夠進入決賽啦。跳高方面呢，就係而家高度呢繼續係1.60米啦，而即將呢就會進入第3次嘅試跳噶啦。咁亦都係我哋港隊嘅代表呢，胡心柔就會進行試跳。頭先我哋港隊嘅鄺希彤呢，就喺第3次試跳1.60米呢，就係成功嘅。哇！我哋現場開晒燈咯喎，已經係啊，太陽都準備落山啦。咁相信對於之後嘅短跑嘅比賽呢，都會係一個優勢啊，因為天氣冇咁熱啦，開始容易啲熱身啦，都同埋對於個心情嘅 preparation 都會更加容易啊。胡心柔1.60米，最尾一次試跳啊，非常之接近啦，其實係好近，亦都係呢。頭先睇完佢頭2跳之後呢，呢一跳其實係比較接近啲嘅，咁但係好可惜呢，就要畢業啦。咁我哋高度呢之後就會繼續升噶啦，咁我睇一睇大會呢係咪升5cm 啦？你頭先講話呢，現場氣氛好好啦。其實我諗好多我哋喺香港嘅賽事呢，都係晏晝舉行啦，或者朝頭早開始啦。咁好少會係夜晚呢都進行緊比賽。咁所以呢，即係有得喺香港夜晚比賽呢係好難得㗎。冇錯啊！首先喺香港能夠主辦到呢啲咁嘅大型國際賽事呢，已經係非常之難得啦。去到上一次已經係亞洲嘅U20嘅東亞青年運動會，再之前就係18年嘅亞洲 U18田徑錦標賽啦。咁所以能夠喺呢個地方去主場去參加自己嘅比賽呢，實在係非常之難得啦。同埋咁多年嚟，我覺得我哋香港嘅觀眾呢，都係非常之熱情啊！對於支持我哋嘅運動員，琴日見到100米決賽呢，看台差唔多都可以話係坐爆咁滯噶啦。
係啊，我哋而家女子嘅跳高高度咧，去到1.65米，咁5cm 起跳。另一番風味喎。冇錯啊！好啦，女子嘅跳高決賽呢，而家暫時嚟講呢，就去到1.60米嘅高度完成咗啦，之後就係65啦。而第一位試跳嘅運動員呢，就係我哋頭先介紹嘅中華台北林佩萱。咁佢15歲就跳到1.82米嘅成績啦。咁但係呢，前排就整親啦隻腳，咁所以呢，可能都要少少時間去恢復翻自己嘅體力啦。亦都係我都有講到佢有玩7項全能啊嘛。咁其實都分配咗少少時間喺唔同嘅項目去訓練當中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能會見到平時跳高嘅運動員佢哋比較係瘦削少少嘅。咁但係呢，林佩萱呢係而家比較上全面啲啊，所有嘢都係，因為始終你要7項都可以兼顧到嘅話，其實比較要肌肉量多少少。同埋兩個項目對於佢嚟講都可以話係相輔相成啦，互相都有幫助嘅。其實的確咧喺而家 U20嘅比賽啦，咁好多運動員其實都係仲係發展緊咁樣啦，發育啦或者發展緊啦。其實佢哋比較全面少少咧，都係對於佢哋嘅運動員發展係會更加好嘅。冇錯。咁稍後10分鐘之後，我哋就會有今日嘅晏晝嘅第一場競項嘅賽事啊，女子100米欄嘅決賽。我哋琴日睇完男女子嘅飛人，而家睇欄王欄后啊！咁我哋以前啱啱啟德一起好嘅時候，就會話啟德係一個我哋叫逆風場啊，即係不利於創造成績。但係其實呢幾日見到呢，都可以話係洗脫咗呢個污名啊，好多 PB 啊嘅成績呢，可以見到都係順風啊，即係起碼都唔會有大逆風嘅情況出現。就有6位嘅運動員，咁我哋港隊嘅代表呢，就會喺第8線亮相噶。咁女子100米欄就係直接進行決賽啦，冇初賽嘅。咁100米其實好容易啦，就有10個欄啦。咁運動員就即係除咗係速度之外呢，亦都係準確性要非常之好啦。咁講緊就係即係佢哋平時練習呢，應該我諗一啲大型賽事呢，佢哋都會用3步上欄嘅方法噶啦。因為呢，始終你要係喺咁短嘅距離，如果要再加多一步呢，其實已經係速度上面未必係會好足夠啦，亦都係非常之接近啦。但係佢今年只係做出14秒26嘅啫。比佢個人最佳成績係慢咗1秒，睇下呢場會唔會有更加快嘅時間出現啦。係啦，咁啊下晝嘅競賽項目展開啦。咁我崔錦棠啦，同埋阿葉 Sir 咧都加入啦，同2位拍檔一齊咧睇下晝嘅競項比賽同埋其他會進行嘅決賽啦。咁今日都真係好熱鬧啊！而家好啲啦，日頭收咗啊。中午嘅時候撐杆跳2個幾鐘頭，34度，啲運動員都好辛苦啊。咁啊而家應該咧都會對運動員做成績好。有比賽日半比賽咧。得一場一下3級跳係超過2米風嘅啫，嚇都好穩定嘅。係啊，咁啊晏晝辛苦晒 Tony 啦，講個撐杆跳講咗2-3個鐘。咁啊黃昏之後呢，就入夜就會天氣涼爽之下呢，應該做嘅成績都好好啦。正如頭先所講啦，風勢呢就平時我哋就最怕嚟呢個場比賽，因為好大風。咁今次呢就通常0點幾風嘅啫，咁同埋喺尋日嘅比賽呢都順風啊多過逆風喎，咁啊希望一陣間喺100欄嗰度呢都可以做到好嘅時間啦。其實100米欄呢，有時我會覺得仲好睇過100米，因為呢其實佢嘅錯誤性呢都好多。因為有時就係一啲好大熱嘅運動員呢，你諗住佢一定會第一個衝過終點線，但係其實呢，可能無端端去棘欄或者佢心理上面有俾其他人影響呢，都好大機會呢會可能影響佢嘅比賽嘅成績㗎。
冇錯啊！我覺得跨欄呢，你只要失重心呢，對於整體嘅成績呢，係個影響係更加大過100啊！因為你100就算係失重心啊，你都可以追得翻上去。但係你如果棘欄失重心呢，就真嘅節奏都會被打亂啊！其實即係講真啦，而家嚟到亞洲錦標賽啦，雖然係 U20啦，啲水平都好高啊，但係點解會係呢出錯呢？都係嗰個臨場個心理質素啊！因為會隔離個運動員佢個節奏呢，你稍為受影響呢，你就會有少少偏差，少少嘅偏差呢，就會出現好大嘅失誤。即係可能大家諗100米每一條 lane，大家好似好遠個距離，但係其實呢，一有跨欄喺度嘅時候呢，大家喺隔離其實真係好近嘅。其實就係嗱，起步8步，跟住欄間3步都係咁走噶啦，你冇得變，你唔會變咗4步啊，更加嚇。咁但係冇分嘢呢，就係你最後有冇受到人哋影響啦，只有節奏有冇打亂啦。其實你尤其是女仔欄呢，唔係特別高嘅啫嘛，對女仔嚟講都，你自己心急嘅時候，你話可能公欄腳高咗啲，後腳拉少啲，就已經有好大嘅分別啦。咁我諗呢，女子嘅100米決賽運動員呢，亦都係準備就緒㗎啦。咁亦都係代表住呢依場嘅欄後呢，邊個係衝過終點線呢，亦都係即將會知道㗎咯。咁啊，趁呢場跨欄未開始之前呢，報翻全能啦，今日已經鬥到標槍都完咗啦，9個項目完成啦。咁其實我哋一路睇㗎啦，頭先撐桿跳之後啦，其實咧印度嘅查哈咧撐桿跳之後已經帶開咗500幾分㗎啦。咁而家咧佢嘅隊友咧就烏卡就追到上嚟，但係都有400幾分優勢啊，最少比第2名運動員。所以整個1500米基本上都唔叻圈都唔會失掉呢面金牌㗎啦。咁啊睇翻呢場嘅100欄女子嘅決賽啦，最強嘅實力呢就係中日嘅選手啦，石原南菜。咁呢，佢係仲係讀緊高校喎，8歐大學足利高校嘅學生嚟嘅。咁佢做過13秒29啦。咁佢第4線。咁第3線呢就係張敬允，就嚟自國家隊嘅，佢係河南嘅運動員嚟嘅。跟住就哈薩克啦，菲律賓呢就係5、6線。第7線呢就係張可依，係江西嘅選手嚟嘅，佢做過13秒35嘅。我哋港隊嘅代表呢，烏海瑤呢，就喺第8線啦，身穿住藍色嘅戰衣，亦都大家呢可以留意下啦。其實始終你講我哋跑啦，即係始終個體質分野呢，即係有少少輸蝕，但係加入咗技巧喺度呢，其實我哋亞洲人啦、中國運動員呢，都可以會有即係有彌補翻個差異喺度啊。咁啊，其實唔單止我哋而家青年組有好成績啦，公開組有好成績啦，陳仲宏去過奧運啦。咁其實我哋有個世界冠軍啦嚇，M40歲組別呢，梁志昌係先進組啊。世界賽嘅冠軍喺2年前嘅瑞典世界賽，咁嚟緊呢8月佢會喺韓國大邱啊進行衛冕啦。咁啊先進組啦，咁去到40歲，即係35歲以上呢，就去翻991啦。咁但係由35去到49都係991。咁我哋已經升咗上50歲組好多啦，就914啦。咁去到60歲組呢，就838啦。咁我哋現場呢，就係繼續有女子嘅跳高賽事啦，暫時而家高度呢，去到1.72米啦，而喺我哋嘅田徑場嘅中間位置呢，仲有男子嘅3級跳賽事，咁亦都可以預告一下啦。而家110米欄完成咗之後呢，下一項嘅競項賽事呢，就會係喺6:20分呢，就有3000米嘅障礙賽啦，亦都係有男子嘅10項全能1500米啊，亦都係佢哋呢場嘅賽事最後一項嘅項目啦。咁好辛苦噶啦，其實係終於完啦，30幾度入邊呢10項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係啊，咁之後呢，就會我哋今日最後嘅壓軸賽事啊，400米嘅決賽，男女子呢亦都會係有冠亞季軍出爐噶啦。咁喺田項賽事方面呢，之後呢就會有女子嘅鐵餅賽事啊，咁亦都係今日嘅最後一項田項嘅決賽噶啦。咁接住落嚟咧，去到7點之後呢，大部分嘅時間呢亦都會係有我哋嘅頒獎典禮，亦都
當然，除即係可能鐵餅啊、標槍啊、圓球嘅話咧，都會運動員比較中意用翻自己嘅器材噶。我諗撐杆跳都係啦，即係大家都會用翻自己嘅支桿啦。即係就會係佢哋嘅鐵餅啦，同我哋其實可能跳高啊或者短跑嘅跑鞋一樣啊。咁佢哋啦，所有就算係自己帶嚟嘅器材啦，都必須要喺賽前啦，就係早一日啦，應該經過賽會咧去即係檢視過啦，係 approve 咧先可以用嘅。係啊，因為無論係大型嘅賽事咧，即係如果你冇 approve，好似你冇帶釘鞋去比賽咁樣，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一啲規例上面咧，運動員都要非常之清楚啊。咁我哋睇翻女子嘅跳高，而家暫時高度咧去到1.742米，我哋中國嘅選手亦都係非常之輕鬆可以越過呢個嘅高度啊！咁今日佢又唞收得快啲喎嚇，咁啊有利運動員嘅發揮。尤其是陣障礙賽啊，其實天氣熱都好辛苦噶。即係如果跑障礙賽呢，如果係今日日頭嗰啲情況呢，喺太陽底下呢係倍覺辛苦。你喺個水池度真係會望到海市蜃樓。你嗰啲一個個上完水池之後，上完水欄之後嗰啲腳印呢，係令到你感覺係有少少覺得係好似取西經咁樣嘅，真係喺個沙漠嗰度咁跑，好辛苦，感覺係令到一個人特別係覺得坑啊！一踩落去咧，好似做咩浸咗入個溫泉入面咁樣。仲要感覺到咧，你鞋嗰啲水咧，滴下嗰隻咧，係你係真係感覺到係好艱苦。咁嗱咧，障礙賽又真係好好玩嘅嚇，每一個圈都有4個梗嘅木欄啦，一個水欄啦。咁而嗰個水欄其實好多女子組就可以留意下咧，佢哋尤其是如果你係世界級啲非洲選手，你唔好注重過欄嘅，佢哋存住佢跑嘅能力，因為佢哋用好矮嘅欄嘅啫。咁就所以佢哋好容易嘅，佢哋762。咁所以佢哋有啲甚至係水欄都唔踩咁飛過去。其實但係如果你水欄你直接你唔踩欄，直接踩落去咧，你落到好深咧，其實每一步翻步都需要好多體力。當然啦，非洲運動員佢哋即係試住即係體能好啦。咁但係其實以往好多歐洲運動員好嘅咧，佢哋嘅過欄技術好啲啦，同埋水欄技術好啲咧，係都會係一個較為係好好玩嘅項目。但係有時你遇咗啲非洲嘅超級跑手咧，又真係好無奈。咁男子跑手好多都係過欄都係好弱嘅，但係用跑步嘅能力咯。係因為講緊呢，就係即係你又要跑完3000米，然後你仲要跨過個欄，再入水凼，同埋個欄係梗欄，唔會冧嘅，只會你冧嘅啫。係啦，只會係影響到你嘅啫。喺啱啱再對上一屆應該係喺東京奧運呢。其實當其時嘅世界冠軍奧運決賽都係炒欄暈咗添，直情即係唔能夠完成比賽。嗰個應該如果冇記錯係烏江招可以做嘅。我哋等間可以趁呢個3000米嘅時候再講啦。咁我哋繼續咧，鏡頭就係影住女子嘅跳高決賽。咁其實咧，即係女子跳高咧，而家喺世界賽咧越嚟越高水平啦。即係唔好講話咁亞洲，其實世界水平咧係越嚟越多人可以跳過2米嘅一個高度。咁所以就係話，即係有時我哋睇一啲大型賽事咧，好多人都會好中意睇女子或者男子嘅跳高嘅，因為覺得哇，其實好型。首先就係即係你可以越過咁高，同埋全部運動員都係好身長，個身形都靚，男女個身形都係好靚，同埋嗰個心理考驗。其實戥佢哋好緊張啊嚇！係因為我頭先都有講，就係每一個高度你有3次嘅試跳機會，基本上你第一次過唔到嘅時候，你好似仲有1次機會，但係你去到第2次你都過唔到嘅時候，你就心理關係係非常之大，因為你第3次唔過咧，咁你就要 say bye bye 啦。咁要嗰個專注啦、穩定度啦，好高啊！個心理嗰個質素係好講求，因為其實跳高真係同自己鬥，人哋點跳真係唔關你事嘅。的確係。所以有好多時候咧，我都係同即係人哋問我你驚唔驚跳高，或者跳高人哋跳得高過你，會唔會驚啊？咁其實我心諗，我不嬲都係跳高係贏自己嘅，你係永遠都係你同支桿去鬥嘅啫。係冇錯。
即係因為支桿就 stay 喺嗰度啦，基本上佢已經擺咗喺度，係你個心理關口，其實你越唔越過到佢咧？所以嗰個心理質素好緊要喺跳高項目。亦都係即係可能喺賽場上面啦，同教練溝通都非常之重要啦。因為有時就係我哋運動員自己嘅感覺咧，係同教練睇嘅嘢都會好唔同嘅。係冇錯。咁同埋就係即係教練同你嘅默契足唔足夠咧，或者佢知唔知道你喺邊個位置、邊一個時候需要一啲 cue 咧，其實都係即係好考驗你哋兩個之間嘅關係。真係老土啲講句，旁觀者清嘛。所以任何水平運動員都需要教練嘅。係。有時都係運動員都要好主動去同教練講話，你需要啲乜嘢。其實運動員其實即係我自己教運動員都係，你好需要將你嘅身體狀況，你諗乜嘢講俾教練聽。如果唔係好難去幫你代入，去幫你去諗係點樣去解決啊，或者點樣去改善啊，或者點樣去令到調整你當其時個狀況。但同樣地，運動員都要好清楚知道你即係點樣去過濾教練講俾你嘅一啲説話，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同埋即係有好多研究就係講話，即係其實一個人大腦咧，你同時間淨係可以 focus 一至兩樣嘢。如果個教練係咁不斷同你講唔同嘅 cues 咧，其實係你 focus 唔到嘅。冇錯。咁啊，所以教練嘅指引係要係簡而精嚇。咁啊喺呢個跳高項目，認為好有趣味性同埋挑戰性嘅項目啊。嗰個撐桿跳好有信心，就3.7米先起跳，但係結果喺3.9米跳。因為即係等得好耐，熱身啊，即係等得太耐啊！個比賽佢可能個幾鐘頭之後先開始跳。好啦，15米開始咗啦，步速都你加速，我咪死都跟咯，即係保持到計咗幾多秒，我哋相差幾多秒，我唔輸咁破7㗎啦，可以。相差400分啊！見到佢都完全冇任何嘅顧慮啊，衝線都舉晒手啦已經。咁啊，其實以阿黃柏琦嘅年紀咧，就係呢個1500其實唔係慢啦，呢對手水平高嘅。即係如果10項佢唔係主項，都好辛苦嚟呢一度。係，佢都係6分到啦，翻嚟嚇。6分15啊，即係都要4分批喎，到嚟第10項係嘛？係啊，好辛苦啊，捱翻嚟都。總之就最緊要完成到賽事。係，好可惜嘅就係撐桿跳就冇成績啦，因為3米起跳啊。佢同另一位烏茲比克選手呢，都係冇成績嘅喺撐桿跳。好啦，終於完成咗2日嘅賽事係最艱辛嘅，因為要經過好熱嘅天氣啦。啱啱唔使個分，5分56。黃柏琦，觀眾都仲係好多喎，可能都要欣賞埋嗰個400米嘅賽事。咁而呢個跳高呢，仲係進行緊啦，女子。佢個教練可以同佢揼骨喎，係咪其實啲規例得唔得嘅呢？印度運動員應該就唔得嘅，係咯，應該就唔可以接觸佢嘅。其實跳緊嘅時候，係啊，咁啊，不如揾個massage落去幫佢按下摩都好喎。咁啊，目前呢，剩翻2位嘅選手，印度同埋中國嘅選手啊。咁印度選手跳咗1.87米，咁中國選手應該係 skip 咗啊。佢嘅成績停留喺1.80米。1.91米啊，而家跳1.91米。咁啊，完咗男子10項嘅1500米之後呢，最後2場嘅壓軸賽事啊，男女子400米，就係大概10分鐘之後舉行。如果而家1.91米跳得過呢，印度選手就 PB 嘅咯喎。阿寶查佢最高係1.90米啊。咁去到目前為止佢都係全部1針過啊。好 fit 咯。係啊。咁呢邊第一次試跳，好可惜啊，係未能夠過桿嘅。但係應該已經夠贏啦。係啊，因為中國嘅運動員就1.80米就完結咗啦。仲有一屆，都會俾我相信呢個例子呢，都俾香港嘅家長呢一個好好嘅案例啦。因為而家香港嘅家長呢，越嚟越年輕化，即係好。補查啊，啱啱跳過1.91米啦 ，PB 啊，好開心啊！見到佢好。
第二跳成功過杆，金牌係袋咗㗎啦，挑戰一個人最佳成績。哇！見到佢過杆姿勢都非常之靚啊！啊！仲有應該仲有少少啊！睇下今日會唔會再創自己最佳成績啦？第二跳就過啦，賽呢就即將舉行啦。而家運動員就試緊起跑器。係啦，正話講到都係好早就要出成績啦。我哋香港嘅家長們咁係咪一定係好事呢？同埋秒秒分秒必爭㗎，稍為慢少少呢就轉會㗎啦。咁我曾經有啲到初中呢轉咗8間會左右啦，係好犀利。結果後期就都唔得啦，成績都冇辦法。包括陳藝岑，當然佢係有機會再突破啦。但係如果用死數計，如果喺13歲跑53秒13呢，就好驚人嘅，簡直係亞洲頂級嘅水準嘅。但係去到依家16歲呢，都未跑得翻喎。咁咩原因呢？就可能係好多因素啦，會唔會傷啦，或者係早期練得太辛苦而有啲厭戰啊、心理、生理各方面嘅影響，甚至呢就我哋叫長胖咗。咁大隻咗之後呢，負個重量就高咗啦，咁亦都會影響咗個成績嘅。因為同埋你係一個高水平嘅訓練，自然嘅你嗰個辛苦程度係再高啲啦，係嘛？所以我哋就唔會話用成人嘅訓練呢去擺落兒童嗰度嘅。好可惜香港而家就好流行呢個手法，都冇辦法啦。咁陳藝岑呢就好慘啊，跑第9線，好難跑，好難跑。咁我哋唔可以次次呢就話攞世界最勁嗰個選手。係雲尼克啊，南非嗰個喺奧運第8線攞金牌兼破世界紀錄。係呢個特別案例啊！咁正常嚟講呢，都係中間線呢就好跑啲嘅。留意第6線嘅卡馬魯丁啦，就係預賽最快嘅選手。咁見到而家運動場風速呢都係比較平穩啊，應該都有利選手嘅發揮。係啊，因為你見到呢對面200米點嗰度嗰啲看台上面啲旗呢係比較靜止。頭先跳攤嗰條時候嘭嘭聲，400米其實唔使你順風逆風，因為有順有逆噶嘛，最好冇風嚇，因為一邊要頂到好辛苦。咁睇翻喺上次賽事呢，就喺呢度跑嘅呢。即係我哋香港上個月嗰場公開賽啦，喺度專登搞一場賽事呢，都作為呢次大賽嘅預先一個適應嘅場地嘅比賽啦，亦都好有效果啊！咁而家呢，喺跳高嗰邊呢，寶查仲係繼續挑戰自己一個人最佳成績啦。頭先過去1米91已經係 PB 啦，而家準備跳1米93，佢可以任佢揀嘅，而家升2 cm 都得啦，就唔使升3 cm 噶啦。佢中意升1 cm 都得㗎，因為而家係得佢自己挑戰一個人最佳成績啫。佢已經攞金牌㗎。準備第一次試跳1米93比賽啦，冇其他人可以騷擾到佢㗎啦，已經。而家收晒日頭都仲係31度啊，所以即係天氣都幾熱呢幾日。但係對於寶查嚟講，應該佢都慣咗㗎啦。慣啦，佢冇問題啦，佢哋都真係。好，即將試跳193第一次。現場有觀眾幫佢打拍子啊！見到佢成隊印度隊嘅隊友都喺晒度啊，幫晒佢打氣。哇！一次搞掂啊！一針成功193。今日狀態好好啊！好犀利啊！清脆利落。哇！佢都好開心啊！係啊，做2個 PB 喎，完全冇任何嘅多餘動作啊！見到佢跳嘅時候。到目前為止，淨係有1針係過唔到嘅啫，其他全部高度1針過晒。就係頭先191啊，冇錯，有一下失手啫。非常之厲害。
恭喜晒印度嘅選手補查。支杆係喐都冇喐過，哇，相當厲害。咁1米93咧就諗起我哋朋友啦，就太田洋子啊。太田洋子咧就係日本青年紀錄保持者，又係1米93喎，仲喺93年做出嚟。係嚟香港亞洲青年賽啊嘛。哇！真係城市賽咪喺大埔。唔係佢喺福岡嗰陣時做嘅。但係嗰年又有嚟香港嘅大埔比賽啊。咁佢依家有時都會嚟香港嘅。咁佢仲問會唔會你哋有啲人過嚟練習啊？咁過嚟跟下跳高咁啦。咁我冇人跳高，所以冇人跟佢啦。咁但係佢嘅紀錄呢，竟然1993年保持到依家嘅1米93，都仲係1米93，日本嘅青年紀錄保持者。超高呢，就有時真係好講時也命也嘅。你蘇圖美亞嘅紀錄都擺咗幾廿年啦。係咁，依家3cm 嘅星，可能教練覺得佢既然咁 fit，不如就進取啲啦。第二次跳補查，太驚人啦！44秒85。係啊，係咪應該係香港第一次出現 under 45呢？應該我記憶中都係嘅啦。即係可以跑，大家係欣賞到咁高水平嘅賽事啊！即係不枉過嚟睇呢個賽事，睇呢個比賽。冇錯，44秒85，相信擺喺呢個世界嘅層面咧，都係一個前列嘅位置㗎啦。少除啦，11秒2啊嘛，11秒2啊嘛，11秒2一個100米。好啦，補查。哎呀，唔得，仲未得住，2跳失敗，仲有一次機會，1米96。相信係因為想挑戰呢個亞洲 U20紀錄啊，因為195啊，亞洲 U20紀錄。即係無謂平啊，係就破啦。冇錯。咁啊，補查仲有一次嘅試跳機會啦，196。咁啊，第二日賽事就哇不斷有跟到嘅補查攞到面金牌啊！咁啊，應該銀牌得主係國家隊嘅選手。咁銅牌呢，應該有2位選手係個並列啦。冇錯啊，2個選手都係同一樣嘅成績。補查就1米93啦。咁啊，國家隊運動員呢就係1米80啦。而中華台北同埋斯里蘭卡選手。Please be seated. May we now invite our guests to join our medalists for a group photo. And let's also congratulate